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，另外这方面嘛是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无拉克风灾伫要10周年，行政院下早特别召开记者会，要来关心受灾者。另外嘛希望会当整合跨部会力量来顾到这届灾害经验，带大家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没有办法去阻挡台风的侵袭，但我们可以让灾害减到最低。那要减到最低，就要全民，包括政府一起来。我们可以避灾，可以减灾，让它尽量的影响到这个最低。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活动，目的是要告知国人，我们防灾避灾，第一个是要每一个人要提高警觉，我们随时要注意，它可能地震是没有预警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发生，台风还有预报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必须要有。那么尤其是在921、莫拉克这么大型的灾害的发生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经验，这样的一个这个发生的这一种过程，我们经历过，我们不但是要汲取这样的一个教训，要让我们所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，那么在受灾害的过程，我们的救灾的过程，我们的复建的过程，重建的过程，这一些经验是可以更为精进的。所以除了提醒我们的国人同胞之外，我们也要警惕在政府以及我们各个团体，我们在努力，每一天在精进。我们希望能够从减灾开始，比方说我们的不该居住的地方不要居住，不该这一个发生的地方，我们就应该要去防止，像一些山坡地、水土保持等等，就应该要更严谨的来防范，让它的这一个灾害的发生，那么伤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能够减到最低。